阿曼首都馬斯喀特最具代表性嘅景點咧，無疑係蘇丹卡布斯大清真寺。清真寺佔地大約40萬平方米，設計咧融合咗伊斯蘭風格同埋阿曼嘅傳統。進入清真寺咧，男士咧需要着長褲，而女士咧就更加要包頭，同埋完全咧唔可以露出雙腳嘅任何部分。若果穿着咗唔合適嘅衣服咧，都可以向場外咧租借一啲合乎標準嘅衣服嘅。如果需要租衣服咧，就記住要帶身份證明文件。而進入主祈禱廳咧，就更加需要除鞋。懸掛喺主廳嘅吊燈咧，高14公尺，重達8.5噸，鑲嵌咗幾千粒施華洛世奇水晶。蘇丹卡布斯大清真寺絕對係馬斯喀特必有嘅景點，沒有之一。大家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